大家好啊，我係 Iris 啊，移居咗台灣3年啦。對於我哋呢啲熟齡人可以做啲乜？有人話青春係學生嘅專利，但係我哋熟齡人就知道青春唔係歲數，而係節奏啊！今日就用慢慢行嘅方式返一次大學。我哋第一站會去中原大學。Let's go！當然，我哋50+一定要嚟嘅地方都包括呢個活動中心啦。點解呢？呢個活動中心就係學生嘅餐廳啦。我哋一齊去探索下先。哇！見到 Louis Coffee 啊，仲有鬆餅添，一於入去睇下先。今日嘅中原大學就咁慢慢行住一圈先。如果青春係有味道，我諗會係咁嘅，清新自在有希望。多謝你陪我慢慢行啊！下次去邊間大學好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